同學冇食 lunch 啊？有冇嘢食啊？我有啊，有粒糖啊，哇，頂住檔先。做啲咩啊？哇，充滿力量啊！好犀利！哇，好神奇啊 ！Sugar，we need you。糖啊，人類需要你。究竟呢粒糖可以放出幾多能量呢？好啦，咁就讓呢隻熊仔咧為我哋犧牲，我嚟做實驗啦。犧牲英文係 sacrifice， 跟我講一次 sacrifice， 讀得好。糖咧加氧氣就會放出二氧化碳、水同埋能量。咁如果呢個過程咧喺細胞入邊發生，人類嘅細胞入邊發生咧，就可以提供俾我哋足夠嘅能量。咁呢個係一個細胞入邊嘅呼吸作用。呼吸作用英文係 respiration， 跟我講一次 respiration。好啊，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過去做實驗咯。好，左手 A 你負責點呢個本生燈。左手 B 你負責記錄實驗結果。好 ，action！ 當中呢個固體咧就可以提供氧氣嘅。我哋必須咧首先要燒到變咗液體先。咁燒到變咗液體咧，我就會將一隻熊仔咧擺落去。咁熊仔就可以貢獻佢嘅能量。好慘啊！熊仔，你死得好慘啊！大家望下我邊，熊仔喺天堂上面食緊樂天熊仔餅啊！拜拜。